開始之前請幫手訂閱，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嘅親朋好友睇下啦。2026年4月23日係人民海軍77歲生日，海軍同內地媒體發佈咗名為《向大洋》嘅紀念短片，暗示我國第4艘航母係核動力航母，而且快將加入海軍。另一個令軍事迷興奮嘅消息係航母5大裝備已齊備，兩大消息令中國海軍實力再向世界頂端邁進一大步。依家先帶你睇下航母編隊協同陸空隊伍嘅作戰方案及第4艘航母嘅小謎團。上級命令，我舰赴作戰海域，航海規劃航線。航海明白。舰航向18度，航速15节，预计1动1午到达作战海域。舰载机做好起飞准备。任务海区能见度大于5海里，东南风5到6级，满足炮备条件。准备掩护潜艇突破封锁区。前方海区水深3000米，有海山，可能存有汇集区。向陆战分队通报投送展开点。投送展开点到，开始联合打击。片中展示航母由接到作戰命令及準備艦載機升降嘅過程，當中潛艇、登陸艇及陸基飛彈嘅運作都有濃濃嘅登島作戰味道。海軍展示實力嘅最大信號喺片尾才壓軸登場。小作戰。新兵开向，报道，过来，这留意呢個名為何劍嘅新兵，官媒報道時都指何劍即核動力艦嘅普通話諧音，意思係國家正在打造嘅第4艘航母係核動力艦。呢張相就係網上熱傳被美國衛星影到嘅第4艘航母曝光照。內地軍事界亦有唔少消息指第4艘航母進度理想，海試之期不遠。新兵开向，报道，过來，这所以何劍動向一定要睇實。航母新兵入列嘅消息令人熱切期待。央視報道航母5大裝備齊全，則帶來另一種振奮。從世界航母發展來看，一艘成熟的航母需具備制空、制海、預警、電子對抗及反潛等強大的綜合戰力。軍迷們把支撐這些能力的核心艦載機體系稱為航母五件套。航母五件套堪稱現代化航母戰力核心，由隱身艦載戰鬥機、多用途彈射艦載戰鬥機、固定翼艦載預警機、固定翼電子戰機和反潛直升機構成。在電磁彈射技術的加持下，人民海軍已經成功配齊航母五件套，初步建成核心艦載機體系。歼 15T 重型艦載戰鬥機可依托其大載彈量和大航程對敵人實施飽和式攻擊，擁有很強的對海對陸打擊能力。殲35艦載戰鬥機採用一體化設計的單座雙發外傾雙垂尾總體佈局，它是我國自主研製新型隱身艦載戰鬥機，重點承擔航母編隊奪取制空權任務，是海軍實現由近海防禦型向遠海防衛型轉變的標誌性裝備。空警600是我國第1型艦載固定翼預警機，支持彈射起飛，能夠遂行預警探測、指揮引導、目標指示和作戰協同等任務，被譽為海空司令部，能夠為航母戰鬥群提供更長的預警時間，大大提高攔截效率。
其他兩大裝備電戰機同直升機亦早喺航母編隊備齊。依家人民海軍已有3航母同076、075兩棲攻擊艦等成員，核動力航母加入，令中國嘅深海實力進一步逼近美國，令呢支從1949年4月23日先從江蘇泰州白馬廟起航嘅海軍隊伍，喺短短嘅77年內已躋身世界前列，成為中華民族嘅定海神針。海軍生日，內地唔少城市都有慶祝活動，亦有軍營開放活動與民同樂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，再會。